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你是安怎一个面凹大肚啦？我讲啥？哪有啦？我逐家来看安尼，还是来啉酒的呢？啊，毋来看欢喜的，来采水的哦。秀莲，无你啦，有当嘞，来我陪你啦。你唔免啦，你老某某的时候陪我陪我来找，我来找你。来来来，我你教你，啊秀莲，哎啦。哎呀，你唔拍对。哎。秀丽，秀丽，你敢我会安尼做？我实在是做需要钱，所以我才安尼。你要过来提钱啊，是无？喏，你提去啊！你提去啊！今日要交的厝税，拢无交啦！莫我讲，今日你若无交钱害我，我就要向阮家头家交代。厝头家是的啦，啊不过我真正是无方便的。无方便，你逐摆讲要交钱害我，拢无影无一只。我还有你3天的机会，若无，厝头家3天，若无你甲我搬厝。对啦，拄有一个查甫打电话来，讲恁查某囝去互倒摆弄，叫你去病院，你赶紧看下，这是主旨。放假
细念无人管，第一可能是王宝钏，屈手寒窑十八冬。朋友，阿三，秀莲，朋友，你安怎了？啊，刚才讲就讲，你是不是回去啊？医生有甲开刀啊啦，啊骹底有甲安这个放钉啦，已经无要紧啊啦。阿三，啊，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那站我伫戏院门口看到一个翘刀摆，去弄到一个眉毛相同的小妹妹啦。啊，迄阵人足济，啊拄伫涂骹无人插伊，我就看伊足可怜的，唔知甲带来病院，想袂到是你的查某囝。阿三，真多谢你，是我无尽到做老母的责任。在海面上变成安尼。阿母，我无要紧啦。秀玲，啊你这几年是走去倒啦？迄阿姨啊，定定提起你，你是过了好无？我真好啊。几年前吼，阿姨要娶某，安尼世界吼，拜托人去探听你的消息。阿姨也是偌希望讲，看你会当参加伊的婚礼无？真可惜。真可惜哦，你袂当去参加伊的婚礼。你看我即摆安尼，还是莫话知影好好。秀莲，你到底心代志稳无？敢讲偌金土对你？是大明了，妈妈是。哎，是，我就是。哦，请你去柜台叫大姨甲开刀医药费。哦。钱哦，无啥物啦。啊，这钱哦，我即摆连厝细钱都拢付袂出来，已经无所在通好大。哪有其他的钱来付民用大姨甲开刀的费用？我实在是足无路用的，连查某囝的医药费拢付袂出来。秀莲，咱人吼，拢有困难的时阵啦。啊，若这钱吼，我再来想办法啦。阿生，这毋是小数目呢？啊，这钱吼，你先摕，厝细钱吼，先甲应付掉啦。啊，若免叫医药费吼，我再找一个朋友吼，大家去干嘛斗相共啦。阿三啊，啊你就是讲遐个代志，敢拢实在？哦，你这种我是凊彩讲的哦。想到秀莲，今落来遐凄惨的地步。阿姨啊，啊当早我还未退休的进前，我嘛捌甲你讲过啊。啥物人若对着我金土，拢无好的将来。嘿，伊即摆真需要这条钱吼，要来名誉医药费呢，对无？啊，感情这关都袂过啊，还佫有啥物好将来啦？对咯，阿姨啊，我今日较主老大庄这钱吼，我也袂阁倒甲恁开喙啦。我当然应该甲斗相共啦。莫讲我是自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，秀莲今日变做安尼，我爱负一寡责任啦。当初时，莫互伊含金土去台北就好。阿姨啊，我是知影你一个好人，是个重义气的好朋友啊。啊，秀玲查某囝到底爱偌济钱医药费？袂少钱的，迄是偌济？前后5万块。啊？5万？一个人爱甲5万咯？遐多？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你抱我要这样来。去哪里？不会叫人啊？阿三叔叔好。哎，
白讲啦。英良哦，叶芳哦，乖，你两个还可以记我这阿三叔叔哦。是啊。嗯。爸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奶奶家哦。哦，真对的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奶奶家哎。怎么样？阿喜啊，等一下我带他们先去补习，之后呢，我再把他送回你们家。好，快去快去哈。爸爸，我这一次考试哦要得第1名哦，你记得要买奖品给我哦。你就不会忘记奖品。好，好，我先走了，是麻烦你了。老师，好。爸爸再见。再见哦。再见。哎，几年也无快，这两个高囡仔连要遮大汉啊。我都会老啊，怎么囡仔说袂大汉？也是讲哦，这两个囡仔拢有迄个江太太，甲想到要爬上天。阿喜啊，即马要管教这两个囡仔哦，迄就真困难哦。阿喜啊，你甲师妹哦，结婚几多年啊？你敢讲家己要生一个啊？我可能也袂有囡仔命啦。搁再讲，我有金良玉，互这两个囡仔，我就够无用啊。爸爸吼是共这个年纪啦，因两个哦，若要甲秀玲哦，因能够比较，这两个是好命做咧啊。好命。嗯。秀玲哦，嘛是已经甲斗相共啦。不过即马一时，去对赚遐济钱出来咧，而且我手头拢是师妹遐，一时要安怎开嘴咧？阿喜啊，你爱知影哦。查某人哦，若是食醋起来是六亲不认，气泪一堆哦，哈！搁要家己开嘴，甲别人开嘴开呀。王爸讲了吼，是有理啦，对无？假使吼，若师妹甲你误会吼，反倒对我来颠倒唔好。我看吼，这条钱我来想办法吼，我来搁人借看觅啦。阿三啊，你钱独身啊，去倒装遐钱出来咧？哟，要倒装钱啊？要倒装啊？你两个那聊我无看，我知啦。我原来唔是讲无要甲你斗房嘛，我退休金原来有淡薄啊，就拢互阮后生摕去做生意啦。我家己有留一寡老本做所费，无济啦，若10万块啊，我嘛会甲恁斗3工。好啊。华山尊龙也着行，啊剩你无够的，我才含师妹摕我啦。哎呦，阿姨啊，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啦，你免甲伊开喙啦，你规气怎啊去找恁老母，向恁老母借？我知影恁老母是穷国强，身躯边一定有业绩淡薄啊。若讲10万块，伊安那摕出来才对啦。对吼，迄姆嘛吼，较早对秀玲印象嘛袂歹呢。咱即摆从业经营吼，讲互知影，我都唔相信姆嘛讲见死不救啊。人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好了，很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赶快吃了水果呢，我要送你们回去。你妈妈在家等你们了。哦。来了！哎，奶奶给你们蒸好了8碗饭，快！哦哟，烫死我了！哎，尝看，来，姨妈啊，你太夸张了，又吃水果又吃8碗饭，孩子怎么受得了？现在几点啦？哎，他们2个正在发育啊，要多吃一点东西才长得高，长得好啊。对啊。来，快吃，奶奶喂你啊，来。姨妈，今天是台湾人的桃黑，阿喜家一定会拜拜，他们在等着金龙跟玉凤回去呢。来，快吃！金龙，叫爸爸带什么回来给你当奖品啊？金龙，也袂转来啦。你老师敢袂带因转来？平常时要食饭的时阵吼，都无看囡仔食。啊，今仔要做头家哦，我看无法紧转来。啊，我原来想袂晓啦，那倒一间哦，这是伊真正的厝啦。阿喜啊，啊你嘛唔通安尼，钱歹赚呢，较欠的啦，莫当作钱敢若刷咧卡，定买这有水无干是要创啥啦？我想可能是时间耽误啊。囡仔唔捌世事吼，这拢是恁大人的责任啦。
恁就是安尼吼，伤过生意，今仔日才会安尼啦。阿姨啊，行李我已经穿好啊，我去来找因转来。我来去。吼，阿当我讲的逐句话嘛拢事实啦，我也无咧冤枉伊啊，啊我嘛是对伊袂歹呢，啊我实在想袂晓，怎么讲伊还袂嫁来咱兜的时吼，就遮高生，啊一体拢生双生，啊一个嫁来咱遮远，煞变吞母啦，啊我实在。阿母啊，莫阁讲遐啦，我代志要甲你讲。啥物代志啦？若讲吼，你要甲师妹生囝代志，我才要听。啊，其他哦，莫讲，我无爱听哈。阿母啊，你会记秀玲无？秀玲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慢慢吃啊，不要噎着。哦。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明明知道今天要拜拜的，为什么知道了还不回去呢？快点，走。对不起，媳妹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们想吃奶奶的八宝饭。哎呦，好了，别吃了，赶快跟我回去。阿妈已经生气了，快点走啊！快点回去吧。可是叫八宝饭又还没有吃完。我叫你跟我回去，你听到没有？快点姐妹走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孩子就不能在这多陪陪我吗？来，奶奶给你们端了甜汤来了，快来，赶快喝，趁热喝，啊，快来。妈，今天是金龙玉凤他阿妈家里拜拜，我怕他们耽误了拜拜的时辰，所以他们家拜拜啊，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姨妈，你就不要再为难喜妹了嘛。孩子有错，本来就应该教的嘛。孩子有错，他们两个有什么错啊？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守陈家的规？他们是江家的孩子哎。喜妹啊，是你嫁给姓陈的，他们两个娃儿可姓江哦。姨妈，喜妹也只是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呢。你这说到哪去了嘛？啊？妈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不应该只顾贪吃奶奶的八宝饭，就忘了你今天出门前交代的话，要早点回家。不怪孩子，这全怪我，是我疏忽了时间，没把他们早点送回去，才惹出这些事来。好了，安邦啊，早点送金龙玉凤回去，省得陈家那个老太婆又修理他们。妈，您多心了。刚才我是一时着急，所以口气才不好。我是怕孩子们晚回去了，耽误拜拜的时辰不吉利，不干阿喜她妈妈的事。拜拜，你还真是入境随俗哦！你什么时候也跟那老太婆一样迷信起来了？妈，奶奶，我们走了。好，乖，明天再来，奶奶给你做酥饼吃，好不好？啊，乖，好，来，给奶奶扇一个，哎呀，好乖呀！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妈，我先走了，改天我再专程来跟您道歉。奶奶再见。再见。真是后悔，当初啊就不应该让金龙玉凤带在身边。姨妈，孩子跟着自己亲生的母亲，那是只有好没有坏的。话是不错，可是我不放心啊。这将来金龙玉凤长大了，还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江家的子孙呢？姨妈，太多心了。这些年来，阿喜是怎么对金龙玉凤的，你又不是没看到。我想亲生的父亲也不过如此吧。我知道呀，可是啊，有什么好可是的？我想阿喜绝对没有让金龙玉凤忘本的意思。你看那个户籍誊本上，他们一直都是姓江啊，这不就最好的证明吗？我想这个世界上，再没有人能比阿喜跟喜妹更适合养育金龙跟玉凤的人。大，叫金婆哦，明仔载去农会领1万块出来啦，啊，摕去交互阿三啊，拜托伊摕去互秀玲啦。阿母，多谢你啦。你甲我说啥物多谢啦？你实在足含慢的呢。啊，
啊，所有的手头吼，拢落伫师妹遐。啊，若无哦，恁老母嘛要挖这个老本出来。阿母，这个积功德，好心有好报啦。看有法度紧抱着孙嘛，才有好报啦。这一切吼，拢是命啦。啊，想袂到讲秀玲哦，即摆行到这种凄惨的地步。迄较早吼，我实在足爱互伊做我的新妇。你若带伊吼，凡说我即摆嘛有孙好抱，伊今仔日吼嘛袂比甲安尼啦。已经传好啊，会去拜拜。哦。阿姨，你是啥？